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歡迎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一堂。呢一個系列專為香港網店老闆同推廣人員設計，教你借用全球最新市場學理論，實戰應用到你嘅 online shop， 喺競爭激烈嘅香港市場突圍而出。今日第一堂，我哋由基礎開始 ，Marketing 6.0 入門。點解2026年香港網店要轉型沉浸式推廣同埋加 AI 元素？市場學之父 Philip Kotler 喺2023年出版咗 Marketing 6: The Future is Immersive 沉浸式未來，到2025年至2026年已經成為最前沿框架。Kotler 同 Hermawan Kartajaya、Iwan Setiawan 講，市場學已經由傳統一啲零產品導向演變到6.0 Meta Marketing， 即係物理世界同數字世界完全融合，創造沉浸式體驗。唔再係單純 Omnichannel 全渠道，而係用 AR、VR、AI 等科技，讓顧客感覺產品活咗，咁喺手機或者實體店都一樣真實。Kotler 強調 Z 世代同 Alpha 世代係 Phygital Native 物理加數字原住民，佢哋期望購物唔單止買貨，仲要沉浸式互動。講到香港應用，根據2025年報告，香港75%消費者透過社交媒體購物，每月平均7單，金額達港幣4000幾。Z 世代主導手機購物，佔整體 e-commerce 超過60%。如果你嘅網店仲係傳統圖片加文字，2026年好難競爭，要轉型沉浸式加 AI， 減退貨率，提升轉化率。Nike 用 AR 虛擬試穿鞋，根據2025年數據，轉化率提升20%到40%，退貨率減低30%以上。顧客用手機掃腳就知完美 size 同試穿效果。香港 Watson 都用 AI 皮膚診斷，2025年銷售增長19%，因為顧客覺得更個人化、更沉浸。呢啲唔係大品牌專利，香港中小網店一樣做到。其實操作步驟起步超簡單，一用 Shopify， 香港最流行網店平台免費或低成本 AR 插件，例如 Virtual Try-on Apps。2. 上載產品 3D 模型可以用免費工具生成。3加 AR 濾鏡俾顧客喺手機試穿試戴，預算係初階港紙0到5000，用 Shopify 內建或者基本插件，無需請人開發。根據2025年 BrandXR 同 Shopify 報告，沉浸式 AR 活動平均提升參與度2到3倍 ，ROI 高達200到400%。香港網店加 AR 之後，轉化率可以升20到30%，退貨少咗，顧客忠誠度高咗。2026年香港網店唔轉型沉浸式加 AI 就落後咗。下堂我哋講元宇宙加虛擬試戴基礎，可以評估你網店現況，列出3個產品適合加 AR 沉浸元素，例如衫、鞋同化妝品。多謝收睇，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。下堂見。如果有問題，歡迎留言或者聯絡我哋。拜拜。